中东局势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指出，美国一边展示武力，一边要求谈判，伊朗可能会改变手法，愿意直接甲美国沟通，看安怎放弃核子武器计划来换解除制裁。另外，川普也认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可能上紧后礼拜就会访问美国，会谈加沙的情势等等问题。 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空袭，死伤人数继续增加。对此，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必须要加快放人质的进度，并且希望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谈。目前人当伫咧匈牙利访问的纳坦雅胡，也和匈牙利总理奥班见面时，和川普通电话。I spoke to him today,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coming to our country sometim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maybe next week. And we'll speak about Israel, and we'll speak about what's going on. 不过，以色列时报引用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的话来讲，纳坦雅胡一直到当地时间初六才会回国，所在就是犹太人真重要的逾越节假期。后礼拜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增加。澳洲的对外新闻网分析指出，伊朗的浓缩铀提炼已经达到60%的等级，敌因有核武器的时刻是愈来愈近。 美国甲以色列拢有对伊朗动武的准备。美军的B-2轰炸机已经进驻印度洋的基地，海军的舰队也向中东刷叮当对伊朗施压。不过，川普煞真有信心，认为伊朗落尾会同意直接和美国面对面谈判。They want to use an intermediary, and I believe the U.S. wanted direct talks. Would you still be willing to talk to them via an I think it's intermediary? better if we have direct talks. I think it goes faster. 对外新闻网指出，川普政府予伊朗2个月的期限，同时间除了以武力施压，阁有加重经济制裁，譬如讲对中国等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提悬进口关税50%，断掉伊朗的外汇来源。原来这个方法敢会有效果，有外爱观察。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